作为发展部部长黄彦南，伫上任满周年记者会头一届来回应 Google 移除中华电信凭证信任的事件，伊认为讲是中华电信的处理有问题哦，毋是技术标准的问题。部长嘛承诺讲年底会来完成5G 涵盖率99%，6G 的同时嘛会先做好准备。 数发部长黄彦南就任满1周年，数发部也开记者会，公布这一冬来的施政成绩。数发部表示，目前台湾偏僻地区5G 的涵盖率已经达到99%，预估今年底会当完成涵盖率99%的目标。数发部也计划伫今年底开始替6G 通信做布局。因为今年有个重点是6G 的一些频谱。 在今年，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这个建议的方案，好看哪些频谱要释放。然后另外就是说，刚讲19个卫星频段的法制作业今年会完成。那这边就是另外就是我们涵盖率，我刚刚讲过哈，我们预计今年5G 的涵盖率会到99%哈。 这几冬，台湾 AI 科技发展愈来愈好，数发部也公布民国113年台湾电脑和资讯相关产业的营收，拢总是6104亿，甲110年比起来成长3成。另外，针对谷歌控最近公告对8月初一开始移除对中华电信的一切信任，和中华电信所签的安全凭证，数发部也做出回应。这个是我们在之前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啊，我们。 评估的结果，觉得说这样子，如果真的被移除掉，我们政府机关的网站如果用这个凭证的话，它影响会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在当下我们就决定要采用双凭证的一个备用机制。 数发部表示，因年初就一定掌握资讯，做出防范的措施，已经和台湾本土的凭证机构合作，确定未来袂影响到企业和政府机关的网站，爱民众放心。中华电信也表示，明年3月份会阁向 Google 公司阁申请一届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